大家晚安，大家好。咱今日这种讲座正着要来开始咱要邀请台语诗人郭碧荣先生来为咱这场精彩的演讲。因为伊这场毋是干那诗尔，伊还有古早的这个文学兼这个歌曲的小解。咱请用一个歌声来甲欢迎一下。谢谢。在座各位先辈各位好朋友真欢喜咱来遮看到恁来遮捧场用听我来讲台语歌诗的文学甲音乐用即种的系列我是按我就讲规系列啦，规系列要一直讲。今仔日是第二场，我第一场是今年的年初伫个高雄文学馆，迄是第一场。所以小开的歌曲就无共因为怎讲？昨昏小可感冒，今仔日透早起来大感冒，所以我就尽量微减讲课，我尽量放歌互恁听，安尼好，多谢多谢。台语歌诗的古今的文学甲音乐欣赏。古今是偌古，差不多就是战后汉字时写，因遐一寡老诗人，咱讲汉字头啦，汉字头一直落来，到咱现此时还佫有伫个台语诗坛佫共款有咧创作，而且因甲因台语诗甲编做歌曲，是，当然。伫个写现代诗来讲就是有一个外在音乐嘛，较内在的音乐。咱若种要写做歌诗来讲，就讲按算即条歌以后我要按算讲，以后就是要做歌的。安尼我就会刻意去排，伊当第一句我就会去注意韵，念出来会顺无？念出来会顺了后，咱作曲者随伊用。旋律随投落去，就变了就水啦。当然伫个外在音乐来讲，有韵啦、贴词啦，佫排比。伫个咱较早啦，伫咱较早的台语歌呀、流行歌，比如《万春风》，迄个两段歌词分开，词无的人三段歌词分开。三段以前就是排比啦，排比的写法，字数共每一字的字数共款。分做三段，内容无共款啦。即摆台语歌较分段啦，拢差不多写一段尔，写一段就主歌跟副歌，相差伫遮。来，当然伫个民间文化内底，佫有报歌啦，歌念歌我有一个足好的朋友伊是周建邦，马鞍台湾市足有名的歌星。袂停拍咧，就开始工务之后就落来一个较早期，我就行对四街咧演讲，就伫边仔住，我就伫边仔画香安尼，来 ，OK。民间文学有符合歌词就对啦，来，咱现代文学就是台语诗，即种较大方向的讲法来。走一趟。真嗨啊！少年时读册啦，咱内底咱英文我拢看无。有遮，好来，我第一首要绍介就是咱陈明林老师陈明林老师就是伫个战后第一代用汉字诗刊的创始人，有陈明林、李庆华、吴建连、林荣斌，向阳，袂少一个，甚至讲咱在座的黄山老师，也是伫
伫咧寒时声迄阵伊创空诶。哦，听讲迄阵黄山老师伊是无写台语啦，甲是拢写一两首诶款。哦，最近即5冬才开始教台语诗诶创作，真死人安尼。2单出3本册，今年诶台湾山海经，按算伫咧8九月迄阵要出版啦，有声册哦，足赞诶QR code 就咱听着声。所以等下咱我嘛安排着黄山老师诶诗小等下咱叫伊来亲身吟伊家己诶诗作安尼，为什么我用2个版本呢？其实即首是咱诶故老师陈美玲老师写，伊迄阵。即条歌写好诶时阵，摕去个王明铁，王明铁是咱伫咧算国内也伫咧台独分子即方面着对，伊一直咧推崇。伊嘛是讲，伊是一个作曲家啦，作词作曲家，演唱者，伊拄仔甲阿林老师诶即条歌摕过来改2字，故乡嘛改做台湾，歌名也改做台湾，安尼，所以有时阵。有时若真无了解种情形诶讲台湾诶词甲曲拢是王明铁，其实毋是用词是陈美玲老师写，王明铁只有改2字尔，所以咱来听即2个版本伫咧台湾，咱诶故乡拢共款啦用咱诶故乡即条歌对啊，我会记哩搁较早，黄南海就是咱台南市诶爱甲合唱团诶团长，伊就是我诶声乐老师。我迄阵对伊学声乐，即条咱诶歌我嘛有唱过，只是讲无倒着找无着我唱诶迄个版本，迄个合唱诶版本啦故乡是西人诶所在，感念甲阮在心内，付出真意，付出爱，代代花蕊，代代栽。故乡诶四边拢是海，青山绿水随阮来，美丽山河咱所爱。毋通互人来破坏。故乡突出中央山脉，风风少年插入云内，玉山阿里到基来，这是命紧的所在。即首是安尼。咱来听2个版本先听咱阮黄南海老师因合唱团的版本，了后咱有一节就来听。王明铁伊即个版本，我可能就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可能就办1趴，办1趴就好。即个阮南海生诶，伫咱台南市嘛是一个名人啦。听第2个版本，我稍微听2段就好啊。伊即个版本差不多大部分拢是大合唱的版本。
阿林老师伫咧14年前，我一般拄出国的时阵吼，阿林老师就惊叫我做伊的助理，伊也咧演讲吼，我就是电脑杀的，吼，就对伊死过去，负责电脑的操作。所以伫咧我台语诗的创作方面，伫咧台语有做做伫咧台语的语法有做做拢是受着阿林老师的影响，伊会甲我救济，吼，较会当讲，就我较早初出咧学诗的时阵，华语课，家己嘛毋知影，慢慢调，到即摆写诗就完全台语课，吼，袂受着华语思考的影响，吼，是一个我足敬重的老师吼。哦，即张就是我迄届着本土文学奖第1名时吼，伊来颁奖。第一首吼《海岸双莲》，李庆华，伊嘛是咱韩旗仔头吼，目前伊是伫咧咱海岸台语文学杂志的总编辑，总编辑。而且因为伊家己有吟唱的版本啦，所以我就无读即首诗啊，吼。互伊直接唱，直接吟诗，来直接唱安尼。李庆华老师伊伫咧早前吼，这是我嘛是拄出啊，2009年拄出啊的时，迄阵较瘦啦，即摆吼，拢静起来，迄阵较瘦安尼，就这样。以后总后落来台南吼参加活动，阮也去甲伊讲几句啊，因为伊是大北港的人，新华，新华的人在暑假退休了后。退休了后，伊就伫咧听讲啦，伫咧家己中正大学做工师。伊是目前伫咧阮台湾教一个台语诗之父叫林宗元，伊阵嘛是伫咧韩旗诗刊，差不多来讲，但是算较好个，较有钱。韩旗诗刊就是伊出钱，就会开即个诗刊，伫咧。即个李庆华的部分，迄阵个台语诗之父就是林宗元的诗的量甲质拢有够，是讲伊若从到尾手啦，60岁才是70岁，70几岁了后60几岁了后，伊就无搁创作，所以伊的量也是固定啦。但讲李庆华老师，伊目前还阁有咧创作，伊是目前以我所知啦，台湾界台语诗写上济的，因为伊即摆还阁咧创作，一工拢1首2首安尼咧写，伊的写诗足紧，伊的写诗足千变，但讲内底有足大的上景伫内底，伫咧，伊最近伫咧认册伊拢常常有家己谱伊家己吟诗的，有兴趣咱也会当伫咧认册甲伊做好友，其他听伊吟诗。李庆华做出的是东红即个版本我经常听黄建仁老师的小弟啦，三郎阮三郎咧唱，即个人听，李庆华老师伊家己吟，家己唱。
阵吼，战后迄阵的年代吼，因为一直要推销即个台语，所以因为台语起来拢较清白，而且拢有拗文斗，互人安尼会当随踢到，当场随踢到会当拍入人的心肝内，心肝边仔。不管伫咧台湾吼，甚至讲伫咧外国，比如讲拄则咱即首，就是伫咧北美，伫咧北美随因落来，因一定出去外口，伫咧外国就先安尼练，伫咧外国听到种歌，目屎就流落来，因为因无法度转来台湾，伫咧迄个年代。好来，咱第三位要紹介是，這是我的偶像，鹿晗秀鹿晗石吼。伫咧鹿晗秀，伊的台语史是将台语史新美学，伫个迄陣，我搁咧赶的时阵，我看到伊即个报道，了后我开始我嘛咧写歌词，写无济啦，但是我的歌词拢有受着，拢鹿晗秀老师的影响，安怎贴字，安怎排，念出来是安怎押韵，就是无像一般的歌词，一般咱写歌词就对啦吼。咱讲雅俗共赏，那才有占3分，俗就是占7分，安尼起来。无一个流行歌曲差不多拢10分的爽，足爽嘛，足爽。所以伫个金曲奖金音乐，伊就是会拣一寡较雅气的歌词，我会记着陆老师研究袂少的金曲奖，甚至讲金钟奖拢有。一首歌咱叫起来种吼，伊是人家号做诗神啊，词神啊，写歌词的神，伊是一个足好的中者，足谦卑，就是我去家去因住伫咧台中的时阵，这因太太，陆老师的太太，杨翠老师的第三小妹是伫遮，因为即首诗因巷内的童声，迄个日北事件的受难者甲家属，陆老师伊咧写咱台语歌词台语歌词，伊拢会找一寡弱势团体，是讲伫个伊最近出一本《有梦上水》，内底就是拢是伊的歌词，内底咱说17首是竞选歌词，竞选歌词嘛是咱。台湾第一个写竞选歌词上济个，嘛是第一个安尼。是咱来听陆晗秀老师伊家己来吟诗即只歌我最爱听。张宏达老师。耳孔内童声。我来听。迄落日北事件的受难者甲家属。有一款听，亲像暗暝的虫声，就是你毋敢听，伊原伫音空内唱悲歌。有一款听，明在日头赤影影，风若是一个吹，四边飞来走去全归命。听甲毋知通好听。惊到无想要搁惊，有一款名安稳清白台湾囝，毋过是安怎？恁的身世族谱用血写，恁的名已经叫出声，叫出声的倒数白色的历史。往无线。
是一个找，是你回来走去转位啊。好，安尼到遮就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听讲原底是讲9点半，到即马到临时来讲9点就要收啊。伫咧即个小中段时间我来我小解咱来在座的一寡先拜好朋友来，咱无声，好来。咱真是黄线的苏州的足好的先拜也是咱支持他。今仔日特别来到遮谈我的台湾的是，咱过来遮就是爱郑家文。即咱后一场，后一场就是伊主讲的，伊是一个足优秀的台语老师，搁咧编。即摆我咧教台语册拢伊编的，我咧车子伊拢熟悉的即位毋知倒位咱诶迄台港文化促进会总干事嘉实啊，李嘉实这也是阮足好诶朋友我顶年知影嘛嘛伫较加入咱一协会来，有时刚刚把紧来，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就是咱无好啊，好啦，安尼卖也莫讲啦，去介绍，歹势。有时咱也先能定伊是后边则是红树啦，是毋是咱红树啦协会的？红树台南市红树林保护协会总干事。哇，总干事是爱咱去讲咱客是毋是？咱去用后落去是，我就伊家熟悉，永在做。是，要是一后边咧，我面线。好，这小无解莫讲咱无声。安尼好，安尼我来介绍介绍了，是，就汉时了，来邓耀田，邓耀田伊是算作是伫个汉字时期搁做来第二代，战后第二代，拄则进前拢所介绍差不多战后第一代，不共个是战后第二代，目前伊是伫个伊也算一个汉字头伊伫个台中教育大学咧做教授，伊是咱台湾第一个用台语写博士论文的，伊是我一个足好的足好的老师。我出过4本台语诗集我前3本诗集，咱有彭耀天本老师叫我写序文伊对我足鼓励是。伊咧讲即首母你无乖迄个小孩的妈妈。我其实伊进前好较深刻的就是母是太空人啦，因为我找无迄个版本，找无迄个唱的版本，我有看到即首，所以我今仔日用即首来分享。伊即首内底后念后唱，所以我直接办得好，
食较济咧，大汉通做大代志，身体着爱振动，骹手用行，才会行出你的春天。意志着爱坚强，打拼你的光明前程。阿母，你无乖，你目食真水水，你骹手有爱振动，你意志嘛有坚强。阮爱互你甲阮做伙做大代志，阮爱互你甲阮斗阵行出咱的春天，阮爱互你看到咱的光明前程。毋过，阿母，你无乖。吼，阮老田老师吼，伊的台语诗吼是，我认为讲伫咧台湾界，伊实践性做到上济。伊出每一伫咧早就出每一本诗集，吼，伊拢是伊的无共款的写法，吼，对白莲诗诗歌写台南关的，吼，佮会将台南这个诗里写台南诗的，吼，啊，佮有底诗，吼，牵手的情怀，像是阮后壁一直咧出的吼，拢伊的诗集内底，互我感觉两面。若讲伫咧历史诗啦，历史诗就对啦，吼，我有受到龚耀天老师的影响。史诗来讲，吼，尤其是短啊史诗，伊的拢有介深沉迄种思想伫的，吼，啊，佮足正确的台语，是。好，安尼，即嘛是迄种2009年拄出版的时参加一个研习会安尼，迄种较瘦啦。吼，咱拄则咱只严班丽吼，严班丽姑娘伊也来，咱是伊目前是节目领导，甚至讲别位西餐厅咧驻唱，请我做听，我去听过一遍，忙叔叔安尼。咱伫咧旧年，伫旧年嘛是来遮听，啊，拄熟悉。了是我去伊遐听伊唱歌，啊，即摆伊，讲今仔日有我，我就叫伊也过来安尼。来，咱后壁来介绍即个东东宪。东东宪伫咧台湾界可能较少人捌伊吼，伊讲伊是写歌词的，伊是写歌词起身的，吼，伊歌词伊毋是写流行歌曲，伊较早伊写歌词拢是咧比赛的，伊捌得过一张歌得60万的。安怎熟悉的？我拄出到迄当2009，迄当年底我写一首诗，吼，甲我所写，去参加咱教育部万客语文发奖，迄届我得社会组第1名，伊得第2名，做第2小隔壁，安尼熟悉的。伊迄阵的这种的作品，就是在座的即首《新代志》。即首一看知，好，啊像歌诗咧。就是有押韵的歌诗，伫咧歌诗内底会当去甲即个台语现代诗比赛，佫得第2名，这是足无简单的。啊，当然了，伊做拆小我吼，逐摆以后来台南拢会找我，伊就叫我写歌词，写歌词口谈，啊变做歌，就钱较济安尼，啊，直正伊拢会甲我鼓励啦。啊，我后去台中，我有去找伊，咱即首是反重点的客啊，新代志是讲几唱的，伊写有讲话有几啊首，咱来看，这我迄届去台南搬去的，黄山老师甲我去的，OK， 咱就直接听歌啦，当作时间安尼。伊的歌词写足有用的，
足应咯。你家己歌词吼，互到落唱，唱几啊条吼，比如讲无边无花，爱哭的时阵，吼，一几首拢是当面遐写，足有路的吼，你写查某囡仔迄种心内，吼足有路啊，袂讲，袂讲啊平平平平，伊拢是按小品文安尼，哦，听起来，就听讲位唱拢会人忘去啊，来，啊，阮后一首吼。是咱的黄线老师吼，伊讲有，咱要讲啊是啊，咱啊，这黄线老师是神拜的，啊为什么啊摆伫咧后壁？哦，其实我是照因开始写诗的讲，年度开始排的啦。哦，查甫的先排，啊来排查某的吼。来，黄线老师伊是拄早，讲较早是写华文诗吼，啊即马吼，即个当以来开始写台语诗，速度足紧。今仔日有只亲身到遮，所以咱思念相邻杯，咱现场，互咱黄线老师家己吟唱啊，家己念读一个，吼，念读一个安尼。我较会放伊的歌，啊，即条歌是陈志明吼，陈志明作曲的，啊伊嘛是，家己唱的安尼，是。来，咱欢迎黄线老师。伊的吟诗吼，迄个开口感吼，来，将款安尼个拍摄，啊，老话无去，华语讲啊莫齿难忘。啊，所以无去默念两句，看好朋友经过偌久以后，感觉莫齿难忘嘞。歹势啊！思念相邻杯，思念相邻杯。黄线台语诗，陈德明普票演唱。思念相邻杯，当坐一个到溪床一点点仔水。拄好加两隻蒲圆仔，寒梦定定起噴煙，花若飛若流若滾滾甲看無水，家家戶戶煙筒咧唱
烟，起飞的云，起滚的风，日头，起滚的风温。那浮那沉的日头，滚天滚地，滚做一粒红圆影。当这一个到老爸开始铺床，下底铺干网稻草，顶面看草树啊，清明。眠床定现，现过来碰碰应，现过去满是碰碰应。思念相面杯。那伊说老师的年代伊诗吼，真正会梦诶。伊的诗歌伊家己念吼，迄开口喊出来，我念吼开口读袂出来，这新鲜诶吼，这我也对去地工摊，这带迄阵带阮两个同一个时，伊出清湿，阮出记忆开始食嘢时，记忆遐，阮合，做翕相诶咱来听即首。思念相面杯吼，伊是陈志明陈志明。陈志明伊即阵仔开始台语，新民歌啦，台湾新民歌开始做出个台语诗的歌曲啦。
是吼。其讲本身当这边吼，伊嘛是一个足优秀的台语诗人吼，伊早期伊是一心向迄个圣严法师吼，伊咧修行，即几冬开始为着台语诗想讲吼，爱当互伊推广出去，用唱歌的方式，伊咧写的曲咯，拢较简单。属于咱从较早校园民歌共款，会当互咱逐个会当安尼，唱出厝，较袂讲像个较早期萧太灵鸟是磅礴大气，拢是合唱曲个，会当互人加入人个一般，人个心内底，较袂讲哇素质高安尼足悬安尼，是，但即边嘛是我足好个朋友伊伫中华。伊出两本台语诗集尔最近拢一直咧演编曲咧作曲唱歌袂歹。来后首即个王昭华，王昭华伊算做阮台湾界的一个专才的才女啦，专才的才女。伊伫咧读册时阵，伊就开始有咧写歌这差不多伊的第一个 CD 内底有足侪歌。我原顶有想讲会当利用一节，咱来小解王昭华伊的歌曲。伊歌曲内底拢有诗的味，只是讲，因为着一解会当小解一首啦。即首了后伊的诗一开始集，拢会当昭华一冰山铺出，应该是一片山我拍毋着去一边一冰山铺出海花，岁月沧桑流转。伊伫咧即首诗内底要做歌的时阵，伊拉出伊的短音有伊特别的无共款。一般的时阵靠人唱歌安尼咧短音咧，伊讲伊就是要互人，即个伊是足简单的，但是讲伊是足曲折的，足曲折的，是啊。一条曲咱来听伊的歌啦，因为伊歌曲无歌词，咱倒来看歌词就好昭华最近出第一本的台语散文集我随意咧尽量袂当出会特别寄来互我签名版的而且从迄阵发行了出 CD 了拢试过咧演唱伫咧淡水，伊有一站读册了，就是咱住淡水，一站转来伫咧高雄伊是屏东潮州人昭华虽然足低调，不过是咧找着伊无介好找即。
即张就是我第一届甲教法熟识的。迄阵就是咱清代到1992年伊结婚，我去中山的时阵，听这个物件，那个陈老师就是我发觉啦，有时就伊个后头讲。我较会听焦华秀现场的吼，有时有来台南吼，我记是一个水漂阮阿遐，伊家己弹起幕吼，伊钢琴甲起幕做共款，吼啊伫遐唱舞舞，吼就是正年阵仔得奖的，吼迄首舞舞，吼足多，伊的声音吼会清气啦，足清气的，啊伊的曲调吼，甲咱现代流行歌曲拢无共。哦，伊也甲像阮拄仔听陈志明的，伊也是属于民歌，伊曲风哦，无人有4成1格安尼，是，哦，正话是我做伙朋友吼，内底拢是啊，是咱来看来美青啊吼，美青啊伊对日本留学倒来摕着博士了，即马伫咧台师大做教授，助理教授，伊是偌好总唱团的款，袂记起啦，有一个名啦，吼，甲即个吴依瑞吼因合作，有做足侪条歌。我顶一道伫个高雄有甲讲个时阵，高雄讲个是我是小解迄首《落雨昔日》，落雨昔日，迄首是咧写28事件的代志。即个庆花是咧写一支歌仔。偌好，哦，伊管秤子一支，哦，一支签仔，一支签仔，哦，安尼，伊直接，咱直接来听啦，因为念吼，伊内底伊就头前是口白嘛，哦，美青口白，啊来后壁就是音乐直接变啦，开始唱，后读过偌好，讲一部小说啦，一部短篇小说嘛对啦，那么咱了解讲，伫个迄个年代。日本时代迄个年代是安怎咧过日子吼？而且内底，互人听了足心酸啊！即首我想要传播3趴听有影，吼，即个安尼咱较会当去了解讲伊内底是讲所要讲的故事安尼，是。庆花，伊顶个阵啊，哦，较出，哦，顶个阵出来为伊个台语诗词嘛。
情出情回。三毛，光有过煞，会你听到真紧的嘴吻，甲心肝放开开咧。日夜拢算计，要做人，无要做情生，该路行半路，无趁情望讲的，热人的心话。青草的高坡，坐几日工，坐几日工，才会开出情花。前年做离婚，后做莲花，内底情花，三年去见世界，你来讲心是淡的做伴，在人间听好出声，明了的倒换，地上温泉落来看我，落来看我，地面的回声，感谢的人间。借问大人，借问大人，亲花开才会通行。借问大人，借问大人，亲花开才会通行。哦，迄唱的过程安尼吼，心会酸啦吼，真正心会酸。哦，李清伊的散文诗吼，是阮台湾界的上强的，哦，上强的散文诗，因为伊伫个落雨迄本诗集内底吼，有散文诗甲现代诗，就是分纸诗、本行诗啊，吼，伊内底有一寡散文诗。李清咧写诗吼，伊会甲感情拢藏伫咧内底，哦，用足浅白的话，就咧讲一个故事，哦，伊讲你读无对啊，你念吼，你马上就念了嘛。哦，伊写2月8日，又是落雨迄日安尼，哦，所以今仔日无小干手啦吼，来我中插一个吼，咱方言烟海中国的副校长哦。今仔日特别来遮，甲伊个应该是助理啦吼，哦，咱老师啦，用陈东明哦，咱离开咧大体吼，咱副座吼，就常常叫我过遐啉茶啊咧，袂歹，吼，今仔佫特别来遮吼，捧场听即场安尼吼，若差不多要到尾去啊吼，来，咱即个。真名字可能伫咧台湾界也无人知哦，无几个知，因为真名字我熟悉的是伊，我是伫咧面试熟悉的，伊是伫咧算做咱一个严明俊吼，后壁你下即摆较少人看着，伊是一个诗评家，因为写我的诗评安尼熟悉的吼，
伊可能拄则来秘伫倒安尼，拢毋敢出门，即摆叫我看伊。哦，来，真牙齿吼，伊伫个少年时阵是一个音乐老师，也是一个才女吼，伊也写散文、写诗拢做甲好。因为买手仔床伊有病啊，逐工拢爱坐轮椅，拢爱坐轮椅，所以有出版过2本台语散文，拢是伫个坐轮椅时阵写，足感动。我会熟悉就是因为。我的一首台语诗，伊讲爱看了袂？伊讲要想要替我的台语诗谱起来。我讲好啊，哦啊，我就先听，哦，就寄一首诗去互伊，好传转来。小等下种时间我甲伊放去写，哦，就是伊替我写啊，伊本是足低调，伊的免疫系统足歹，所以伊足少有法度踏出门。哦，伊住中正，台中中正，拢无人踏出门，所以我毋捌见过伊的面。哦，伫个前几档个款，前摆3年前，台中换做着台语诗的第1名，所以伊是个台语诗的即地就叫开始为经营啊。哦，伊本身台语诗就伊有咧写台语歌曲，来台语诗的部分，伊开始有咧趁比赛。开始有咧比赛，比赛写法甲咱咧播放是咧写法，就较无共款啦吼。是。阮单日的爱，伊写互因翁婿的歌，我有时会感觉讲因翁婿实在足伟大。对伊开始看病了，咱因翁婿来杀前杀后安尼，轮椅安尼，行到倒杀到倒。即摆牙齿即摆嘛已经做妈，已经做阿嬷，因翁婿。咱来看伊写的因翁婿的歌是安怎写吼？当天的日头软软较软，照着窗花微微啊光，一蕊花开已经归冬，红艳的色水被风洗去。当天的日头较远，照着身影慢慢啊行。这杯小茶幽怨花甘，亲像你的情，愈啉愈香。咱的缘分建伫青春，也有春风，也有露霜。毋知风尘哪会遮变化，3暝的梦，毋知秘伫倒位藏。毋愿互你一人孤单，咱互相毋甘的毋甘，今生的情，今世行袂完。常常毋茫只有甲你来作伴。当天的日头较薄，照着手心温温啊烧。暗暝冷风，心也袂寒。你的喘气，愈想阮心肝。这是我对伊面册掠落来，我看到有小可浮浮啦。即个翁婿，其实足想要熟悉因翁婿吼，足伟大，哪有够伟大的？安尼一直咧照顾。好，咱来听一首歌。是我是差不多我的岁，那阵59年厝的款。你声听起来10几岁啊，那姑娘的声音足轻足柔的，真好听。
你的喘气捂烧阮心肝，哦，一句够水的吼，伫个少年翁婿安尼，真是哦。做奉献先的，一对翁仔某啦吼，食，我看时间剩还佫40多分，安尼好啦，后壁即条我家己无仔想跳过来，啊，爱伊啦，哦，即我死来好谈转来，即首诗我是用阮妈妈的角度咧写吼，迄阵我咧管的时阵，伊就好谈转来啊，好谈转来。哦，啊，你也看着内底一寡伊个词个部分，还有就是有拄仔少老师的迄种来去心理学的迄种排列组合啦，哦，咱只听好啦，因为这介千遍吼，这我嘛真正入录音室唱的。今仔日吼真正感冒，所以我话是讲较少，哦，无原则时我会当家己唱吼，咱听啦。
星期啊，16岁呢，甲46担啊，足无简单诶。哦，今仔日差不多伫咧欣赏10首诗左右啦，吼，对咱韩之诗声，啊，之诗甲单面哩，到一直到咱上届新诶前野史吼，感觉自然诶是，我是讲啊，佫剩无几分钟吼，安尼看咱在座有啥问题无？有啥问题要请教，还是要分享诶？阮听这个歌吼，哇！咱会当看到较早期的歌曲吼，较早期的台语诗，因拢有押韵斗句，拢为台湾即个土地在发声，要借名安尼，到尾讲愈来愈后壁着，尤其较女性的，因可能就是因为伫咧台语诗来讲，查囡仔因的写法是较柔性的写法，所以因的歌较好做，台语诗较好做起来。要像我的诗电酷酷，硬点命，所以我的诗是拄是真正要写，要来做按算要做歌啦，无我的诗是足歹谱起的，因为我的诗足自然，我写诗袂咧押韵啦，足自然的，硬点命，要写歌是足歹写，所以我家己目前来讲有2条歌啦，我有去录音室录的2条歌，就拄有1条。还有另外一条飞去安平，看以后有机会无总有机会咱伫咧第3场、第4场迄种，我较会小解。我当然是以别人为主啦。伫咧到尾啊，佫有时间是我放我一条歌诶，家己毋莫讲家己去伤过高者出来占款安尼多谢。文川老师我想要开放一下，时间是来。听谢老师。咱在座好朋友想要来请教一下问题，敢有莫客气哦。因为咱即场是第2场，伫我的人生食头路的最后的第2场，后礼拜就结束了吼。因为我是负责即个社区大学负责台语的部分，因为我退休啊，这3场我特别过来主持吼，因为。我的工作我会甲做好结尾，做好结尾。因讲可能着换别人来即个主持啊，是讲别人来协助协助。咱下一场主要是要讲即个古诗吟唱甲绘本的古诗吟唱古早即个古诗，咱知影讲较早古诗吟唱是讲即个创作者拢啉酒，才有伫遐咧唱伊的歌互伊听。即摆有诶是定价比如讲啥物调拢有定价有诶是有定价，有诶是无定价就有条像拄仔咧吟诶即个啥海洋叫啥？你是话教授伊吟诶是自由调诶，即种无定调诶，所以即种诶歌，伫咱即摆现代对于迄个古诗诶部分比较较法度去表现出来，若无一般拢有伫学校内底拢已经有定调啊，所以无要管。咱后礼拜是由迄个陈嘉文陈老师伊会来甲咱做即场的即个小解小解。咱最后搁用上热烈的歌声来感谢吴老师伊是目前台湾创作诗作方面伊的文章是属于较跳脱的一个创作者即马算上新的啦就是讲伊的手法和一般的诗人的手法无啥共无啥共。所以伊的跳脱性足水的。你若有机会，当去买伊的册，等来看卖若买无册你去图书馆借，应该嘛拢有啦。咱最后用足热烈的歌声，再次来感谢一下。谢谢。